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规天到明仔载透早，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甲东北部东部是不哩寒。咱来看温度。今仔日透早气象署发布低温的特报，其中新北市是柑仔色的灯号，有的所在温度会降到10度。也若新竹、苗栗甲金门是黄色的灯号。日时北部、东半部甲离岛嘛是不哩寒，现在中南部甲台东高温有到20度至24度。今仔日的水汽会豆豆减少，不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雨，大台北、桃园甲恒春半岛有的所在会落沙沙仔雨，现在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这2天温度可能会降到10度，提醒民众多穿雨袖。那228的天气，目前气象署是讲，即马看来是无冷空气的来。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24、25温度会降到10度。在桃竹苗还有新北一带都会有来到10度左右的低温，就是在蓝色区块的情况。其他地区大约会是在11到14度的情形。大陆冷气团到位，上悬的时间预估会伫25透早。不过日下就开始减弱，各地气温会明显回升，高温会到19至20度。也若26、27，华南云系向东边行煞，北部甲东半部，还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28连假的天气，目前观察也无明显的冷空气会出现。大约低温是在16度左右，高温是在20度以上。但是在后期，我们可能还是会因为水汽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高温的表现。但是目前在冷空气的状况来看，目前的预报上是在后期方面是还没有明显的冷空气下来的形态。未来这礼拜的天气要注意25暗时到26，西半部、金门、马祖，还有27、28，中部以北甲金门、马祖，云会较低或者是大雾，影响能见度。也若离岛的地区，交通往回都要注意航班的资讯，若塞车嘛要注意交通安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即马全国真侪病院，毋但医护人员欠骹手，病床嘛无够，急诊的病人是塌塌甜。台湾急诊医学会昨昏是特别提出警示甲建议，也若卫福部今仔日会招各间医学中心甲急诊医学会来开会，要来讨论急诊甲大院病床配床的比例，要来加强病院的联防机制。急诊无病床的状况真严重，有护理师上网络呼吁民众爱将身体顾好。急诊当前患者有背景，也无法度入去，希望顶关人应重视医护比紧张甲晚床的问题。台湾急诊医学会直至暗时也针对这问题发文。加护病房是满载嘛，那所以连需要加护病房的病人都会留在急诊1、2天到3、5天，其实都有可能。到这个夏天之前，这个情况通常都不太会改善。但急诊医学会表示，急诊塞车的原因主要是因利用大院床位无够，甲急诊大院配床比例不同头轻。建议短期应变应提悬急诊大院比例增加，让成过济需要急诊医护人力。长期改革应建立急诊紧急状态应变，或者是调整健保支付，推动急诊大院替代专项。在急诊并没有护病比这件事情，所以呢，等于是说，假设我今天留观超过了我的人员的工作量，相对就会增加很多。加开这个事件不是不可行，但绝对不是一个救急的做法。我们就是强化这个短期的因应作为，这边的话，明天还会再开会，主要是才了解之前都已经讲的东西，还有没有可以做的。为避免这种情形，除了落实分期就医，护理师工会指出，每年入第一线的护理师只剩一半，安怎补足无够医护人力，争取明确就医转诊指引，向其拢会纳入考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为了加强重大灾害时阵救援的应变能力，嘉义县消防局特殊队甲医疗团队合作，举办模拟的演练。希望透过搜救加加上医疗的思考，会当来提高救灾的效率。搜救队员运用声音的走水设备，把需要救援的对象救出来了后，医护人员连面来替伤者治疗。嘉义县特殊队运用科技的设备，
配合家己4大病院的医师甲护理师做伙举办救援的模拟演练。其实，在搜救现场我们需要借由这些仪器来增加我们的一个搜救效率。那确实，现在高科技的东西真的带给我们整个在搜索的进度都会更加的快速。介关的地动做平缓的，咱在搜救当中医疗是一个足重要一环，所以讲，让咱的工作会使更加顺利来进行。家己内区自1月2日发生地动了后，地动灾害预防甲救援嘛引起社会的注意。为了要加强救援的效率，家己县特殊队就邀请家己中间大拿组织甲家己用医病院的医生甲护理师加入，要透过演习来增加合作的经验。有加入特搜组里面带来的最大不一样，就是我们患者在拯救的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医疗的思维，包含一些前置的处置，可以让患者救出了之后生存率更高，预后更好。家己县政府投入约2000万，伫2023年成立家己县特殊队，结合医护、土木技术甲消防人员，计共136人。家己县消防局表示，去年特殊队已经得到中型搜救队的资格，就会嘛加入消防署国际人道救援的认定，要来协助各种重大灾害救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内政部顶一日预告建物强制爱按太阳能供电的规定，未来新起的增建或者是改建的建筑物，并且有甲1000平方公尺，差不多是300平，每20平方公尺就要设置1000瓦的供电。若宗教、殡葬类、制造危险物品类等等4种类型的建筑物是列外。后来看中国时报，台湾观光局差，无论是人次或者是经验，侦查拢直直扩大。根据交通部的统计，2024年咱国有要1685万人次出国，若外国来台湾的旅客，敢若785万人次，是差要900万人次。若是换算逆差，差不多是大约6922亿。后来看自由时报。宠物生命纪念业，2023年由农业部定出全国性的法源，推广2年了后，目前敢若有1间合法的业者。不过市面上咧营业的数量却是有100多间，这嘛传出不少消费的乱象，甚至还佫有使用细型的焚化炉，这嘛有可能会产生安全风险。继续来看，正正立法院若咧讨论代志，一个起配面尔，卡袂着就起骹动手。今嘛国民党立委提案，若是迫害麦克、摔椅这种损害立法院公务的情形，就爱赔。不过民进党是提醒国民党，若要定规定，家己就爱做会到。另外，罗总统是招立营的立委去官舍巷罢，针对立法院新的会期甲法案来交换意见。斗阵甲倒啊杀倒，一个麦具也讲歹去，立法院调野冲突不断，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甲破坏麦具门锁，也有攻击，甲立法院长滚起来列入违法的行为，并且要求赔偿公务损害金额。去年的2个会期，民进党好像跟立法院的门有仇、窗有仇、麦克风有仇、设备有仇。我特别提案修法。国民党之前破坏国父遗照，在国会议场内丢猪肉、内脏等，都是违法的行为。不要自己定的规定，自己又做不到哦。立法院新会期要伫2月开议，赖香伶会出任民众党团正式会执行长，也恢复党团新会制度。国民党团是讲会以民生法案为优先，包含灯照保险法、刑事污民普发现金，也有行路工固定假日者，拢会列做优先的法案。明天国民党智库以及国民党党团会来召开会议。一起针对这个会期我们要推出的优先法案做意见的交换。也来开议进前，总统赖清德也调集民进党立委23到官舍巷肉食饭，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参加，那讨论民生经济国安这优先的法案。立委更加转达赖总统反腐公职应该爱本有初心。也来巷肉经费是赖总统家己出的，会中并无讲到罢免的议题。他没有提到罢免的议题。我们反而是非常严肃的看待新开展的会期，所以我们对于国会的运作比较多的探讨。因为助理会案件百万交保的立委林大华，那大说食饭大家翕相相片，也发文鼓舞高扬，强调大家互相交流加油。但听会时破边也是来台北参加，并且大说甲赖清德翕相相片，强调会甲赖总统徛斗阵，捍卫人民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有关各项的消息，咱要来看汉光41号的演习，会伫咧今年的热人来举行。
是到美国的将领会参与咱的兵棋推演，这是不了罕见，嘛引起大家关注。也那国防部是回应讲，国军甲民国会维持常态性训练甲交流，会当吸收经验，嘛提升国军的战力。共军继续侵扰台湾，国防部公布离离几天查到11架次攻击，6架次强舰甲2架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同时搁在发射火箭，飞行路径经过咱防空识别区，掩过关岛伫大气层外口，对台湾地区无危害。因应中共军事甲普什地带威胁，今年到汉光41号实兵演习会有10天9暝，比往年增加1倍。国防部长顾立勇伫疫情主持各界干部的多项兵推，也来新闻社所公布的这张相片，引发关心甲注意。详细一来看，顾立勇倒兵座位名牌写印太联合处长，被认为就是美军印太司令部联合处长巴格伦少将。美军现役将领参加汉光兵推，也坐伫咱国防部长身躯边，画面是真少看。不过代志公布了后，相片随即被更换成做裁切的版本。A capable, disciplined, and a ready force. 资料显示，巴格伦少将是美军陆战队出身的，军主管之前计划，2001年到2023年中间担任美军陆战队第3师指挥官，驻点伫日本 Okinawa， 真实在科学的精髓。也咱国防部回应，国军甲友民国家维持常态训练交流，就有吸取实战经验，提升国军整体战力。对着相关一评细节无评论，不过也间接证实美军参加会议。所谓的 J5，它负责的是战略与政策，也就是代表着印太司令部很可能把台湾周边的情势纳为他们作战计划的一环，在有必要的时候，就进行相关的这个协防，反映出川普2.0政府对台湾海峡安全与稳定的支持。军事专家认为，美军将领来台湾已经成立，各界应平常心看待。像2020年11月，印太司令部小将级情报官员将报道访问台湾，显示近年来台美军事交流程度愈来愈接，战级更加宽、更加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美国甲罗西亚两国的外交首长10月伫沙烏地阿拉伯会談，要重建双邊的關係，也閣有希望結束羅西亞甲烏克蘭的戰爭。雖然美國講各方攏愛讓步，不過西方智庫是認為講，看來這對羅西亞相對是較有利，無怪烏克蘭甲歐盟會感覺不滿。沙烏地阿拉伯當地時間10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甲 Russia 外交部長拉夫洛夫分別甲代表團佇沙烏地王都薩爾曼親王主持之下，雙方外交首長2年來第一擺面對面會談，甲事前 Russia 定調，首先兩邊要講的就是關係正常化，包含核排大賽甲綁連經濟制裁。Была большая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ь в том, чтобы снять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е преграды на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雙方外交首長會談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為兩邊元首峰會鋪路，個最後解決俄烏戰爭的目標。Что будет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сформирован процесс по украинск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In order to bring an end to any conflict, there has to be concessions made by all sides. We're not going to predetermine what those are. 不過伫進前8月組織國防部長會議，美方都已經大部分講出烏克蘭愛做出的讓步。We must start by recognizing that returning to Ukraine's pre-2014 borders is an unrealistic objective. Chasing this illusionary goal will only prolong the war and cause more suffering. A durable peace for Ukraine must include robust security guarantees to ensure that the war will not begin again. This must not be Minsk 3.0. Tha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believe that NATO membership for Ukraine is a realistic outcome of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認為，烏克蘭當然會有被出賣情緒反應。Distinction between a ceasefire and a peace deal is important because a ceasefire means that Ukraine could hold on to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whereas a peace deal on current lines would mean along the current front lines would mean ceding significant amounts of territory to Russia. 在这场外交首长会談之前，Russia 都已經真一擺表明，自2022年9月，納入 Russia 聯邦的些地區，加上自2014年收入於 Russia 領土的克里米亞，無可能有任何退讓。同時，阻止烏克蘭加入北約，也是因堅持達成的目標。Мысль какая-то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а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го, что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нужно еще уступить. Уступить-то как? С людьми, с русскими? Или без людей? С одними редкоземельными металлами? He wants to negotiate in the sense that he wants to see how far he can secure concess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returning for agreeing either a ceasefire or a full and final end to the war, but essentially on Russia's terms. 另外，欧盟或者是北约组织欧洲会员国除了不满美国伫甲欧洲协商进程，就甲罗西亚沟通未来伫谈判结束战争的过程中，欧洲会有安全位置，也互欧洲各国真紧张。不过，卢比奥伫甲罗西亚会谈了记者会强调，双方关系正常化、调整甚至解除经济制裁是必要的条件，这拢是未来甲欧盟要协调的问题。公视新闻徐家珍编译。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是拍马3年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希望2月底进前会当甲罗西亚总统普京见面，讨论停战的代志。另外，美国甲乌克兰稀土协议，双方拢讲有机会会当讲成。美国总统川普8日咧10月记者会结束了，讲有可能伫咧2月底进前甲俄国总统普京见面。对此，俄国的副外交部长雷亚布可夫日表示，双方拢伫咧积极安排，有机会实现两位领袖再一遍共场会谈。不过，毋那是俄战争，也阁会讲到国家广泛的全球的问题。雷亚布可夫讲，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和美俄关系正常化发展，找到方法来解决怎么包括乌克兰问题，也阁未来危险情势，怎么正伫咧进行准备工作。而且伊也讲，针对俄停战协议，会伫咧2礼拜内举行第2遍会议，所在应该共款经伫咧第3国家。The president and his team are very much focused on continuing negotiations with both sides of this war to end the conflict, and the president is very confident we can get it done this week. 另外，针对美国甲乌克兰的稀土协议，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协议无包括安全协议外签，准部的第三凯洛格伫咧甲泽伦斯基见面时阵提出新的协议草案，唔但符合乌克兰的法律，也解决一寡当局担心的问题。泽伦斯基伫外交部长、国会议长等官员不了解以下，也愿意签。I think we're pretty close to a deal, and we better be close to a deal. 虽然英国媒体引述乌克兰相关人士的言论报道，新的协议草案也有真侪问题，泽伦斯基也未全好被接受。不过，外国媒体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言论报道，凯洛格讲，若是无法度达成协议 ，SpaceX 提供予乌克兰使用的星链卫星服务，可能就会关起来。到时乌克兰伫俄战争将会拄到不利的局面。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译。即马全球真侪所在拢面临劳动力无够的问题。现在越南因为劳动力的优势，是请真侪国际企业去遐设厂。即马越南嘛拍拼提升因的交通建设，因为着要甲中国做商业贸易的合作，越南批准连接中国铁路的计划，估计爱开2600多亿的代票，而且因打算要甲中国贷款。越南国会19批准一项建设计划，会投资大约2621亿的台票，起一条连接中国和越南的铁路。这条铁路会对越南沿海的海防区到边境的老街区，再个驶向中国河南省有390公里。路途当中会经过首都河内，还有北外几个制造业密集的地区。这项计划按算会向中国贷款，目前两国已经在讨论细节。越南国会表示，希望伫2030年就会使通车。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国和越南之间商业投资的合作。Trad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s already absolutely massive. And this railway, it's designed to make this trade faster, cheaper, and more predictable as well. So currently, China supplies much of the raw materials that fuels Vietnam's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keeping that pipeline steady is absolutely critical. 越南劳动力真少，欠真侪国际电子厂伫遮设厂。不过越南的交通设施发展较慢，所以政府最近几年加强投资铁路，希望会当刺激生产，带动投资。伫去年批准对河内驶到胡志明市的高铁，也是另外一个例。最近几年，越南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和中国的连接。越南政府制定两农一宽的发展蓝图，也就是中国越南沿海，抑个越南沿海到中国内陆2条经济走廊，佮加上宽北部湾的经济圈。原来新
新批准的铁路，就是其中一条经济走廊的基础。这项计划也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连接起来，互两国的关系更较密。不过，越南之前和中国合作起轻铁的时，捌发生真侪届意外，结果预算超过4倍，工程延后10届才完成。佮加上中国贷款致使其他国家欠同齐的记录，互越南和中国合作的时犹原真细致。公司新闻又派准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洲联盟的官员今仔日指出，欧盟领袖3月7日会举行特别国峰会，要来讨论对乌克兰提供支持、欧洲安全保障，还有安怎为欧洲防卫来的需求来筹备资金。波罗的海3个国家立场坚定，持续援助乌克兰。3年啊，总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万粒155米的炮弹，还有75万份的粮食包。来看反对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强硬居民立场，甲其他政策的民众，伫咧外因西德伦的游行。瑞士的警方指出，现场还有反示威的民众，拢总有5个人防掠。来看柬埔寨警方甲泰国合作，2日伫两国的边界一个诈骗的据点，甲215个人救出来，其中包括5个台湾人，还有109个泰国人等等。有消息指出，这栋建筑物去互中国的诈骗分子做来正做网络诈骗甲跋筊的据点。镜头转来咱国内，伫台南市的东宁路有一台奥多拜去弄到一个70多岁妇人人，这个人全咧做伊走，想袂到伊到后一个路口的时阵，随搁去弄到另外一台奥多拜，全着伤送病院。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个骑奥多拜的人伊敢若15岁。虽然讲伊是无食酒，不过可能因为无驾照，弄到人着惊，全赶紧逃走。河市变市顶，妇人人去行，却是互另外一边抢红灯的骑车人弄到，也过造成事故，骑车人无看就离开现场。一台救护车拄好伫后壁，确认妇人人伤势无要紧，只是骑车这个人，佫伫另外所在发生车祸，伊甲另外一台奥多拜顶面2个人拢受伤。被波及的拇指，要警察嘛搞啊！造成事故这个人互送医救治，不过已经连续3摆启动着人车。一开始敢若先伫东宁路连心路口，甲69岁查某人发生车祸，了后骑往东宁路胜利路口时，伊佫甲70岁骑车阿嬷弄着伤，佫再逃走，一直到东营街青年路弄到另外一台车，才用送病院。这规个过程民众拢有看到。他就转头就加速就走了，对啊，那。一直到我追上他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撞到人了，你知道吗？”他转头看了一下我，然后马上加速就骑走了。警方初步调查，这造成事故的人未成年，只有15岁，伊无驾照，不过也无酒精反应。初步了解为无照驾驶，疑因肇事后心虚逃逸，并依肇事逃逸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刑法规定，3个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事故，致使人伤害而逃走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由这骑车的人未成年，身为法定代理人的父母，民法规定爱负连带责任，强行爱负赔偿者责任。由这骑车的人也伫救治，警方会等伊伤势较好了后来调查车祸发生的经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台中的太平区有一栋大楼，昨昏透早5点外的时阵传出枪声。警方接到通报，发现是一个生出的查甫人，伊若像因为心情歹，全咧牙穿点细厝的所在，向外口乌白弹。1、2、3、4，枪子弹打到了啊，附近都有弹壳。目前看起来是4个了，那其他地方我就不熟。某大楼外散落多颗弹壳，经查后发现涉嫌男子未在房内，为房内亦有弹壳等物，所幸现场无人受伤。附近的民众讲，因有听到枪声，除了热日的房仔去互大几啊空以外，1楼的车路嘛会当看到枪指痕。目前警方已经调监视器发现这个查甫人，伊犯案了后骑奥多拜全咧离开，已经有锁定特定的对象，嘛积极伫咧抓人。过来关心，伫咧新北中和，2日半暝有一栋公寓发生火烧。消防人员为内底甲一个查某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甲在送病院了后有救倒转来。根据消防人员的调查，公寓内底违法计7间房间租予人，目前是先罚6万块，也若导火原因是要调查。涂骹的物件是顶较规4个，公共空间去互占去，走廊规个乱草草。
外口时的壁嘛规个昏甲乌乌，住户甲铁门拖开，才发现这间公寓发生火灾的事故。女性约30岁，欧卡，然后经过我们消防员 CPR， 我目前已经 ROS7 恢复生命真相。火为公寓闻出来，伫新北中和发生火灾2楼的现场，继做瓦房租出去。22半暝11点外，有厝卡看到便所咧呛烟，赶紧报案。警消去到现场，大部分的厝卡拢已经烧开啊。敢若有一个姓吴的查某人，现场失去性命的现象。到病院急救了后，才恢复心跳。我照看一个小朋友啦，有一个小朋友，还有3个小孩，可是我们跟他没有意思。经过警消的调查，初步检判导火所在是第一个姓吴的查某人伊房间。若详细导火原因，也会等火调人员来厘清。不过，这个所在改做7间房间租户人，干部局初步检判，这个厝主肯定违法计经，甲厝租户人。我们后续会派员到现场采证，如果确定是有违反6间以上的房间，而且没有做过使用执照变更跟室内装修执照的话，我们会依建筑法的规定处以新台币6万元的罚款。根据干部局调查，目前也查无厝主有相关申请的记录，嘛会派人去现场厘清感受违法租户人。违规若是事实，会照建筑法罚6万。公司新闻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看去年4月初3的时阵，花莲发生大地震。代替除了1号铁基路以外，今嘛还阁启动24点钟边坡路桥的监视。不过有代替的员工就引出来讲，因轮班监控路桥，这加班费超磅，可能会超过劳基法规定法定加班的时数。员工嘛真烦恼，讲可能会领无加班费。也若代替这边是回应讲，1号铁基路拢有排夜班的人员，也若加班费会按规定甲发落去。去年403花莲强烈地震重创代替东部干线铁基路，为确保安全，代替阁启动24点钟面含路桥监视。不过，这样代替员工就网络讲，这路段工部段加班费比其他路段较悬，烦恼会提无加班费。有没有超过46个小时？我相信只要是在工程很急迫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啦。那目前我们我觉得员工的态度就会是说，那这段时间就是要么就是牺牲奉献给公司这样。员工指出，一个员工上1礼拜路桥监视的加班费已经24点钟，佮加上消防车查到这的工作，有可能超过46点钟，恐吓违反劳基法的法定加班时数。代替回应伫公务维修铁基路养护作业，爱暗时封锁路线，实施养路工作，工作时间排定伫夜班制，为暗时10点到透早4点，确保当前工作安全。另外，公务单位的加班工资，拢依法照规定法，绝对袂扣加班费。或是天灾的抢救的情况下，主管必须要把它控制在46个小时下，不能让任何一个员工超过46个小时。专家表示，路桥自动侦测系统虽然需要人力确认汇报，不过依然应精进部分流程。目前我的系统 run 下来，有没有什么哪一些地方其实是它可能不需要这么多人去做，或是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再多一点点让系统去处理的部分。代替三港表示，东部路线边看比西部路线多，加上地震甲风台需要更较侪人力来做铁基路养护，呼吁代替地震力要被补救进程，检讨提悬夜间甲危险停贴。将投资今卖人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顶一日台中新光3外发生爆灾案件，12楼是规个崩甲密密麻麻，还佫有外口态度，毋是落落来，就是规个翘起来。即卖已经派吊车做安全的防护。另外有风声讲，新光3外即卖当咧找另外一个所在，准备佫要开一间做继续来营业。不过有路的部分是还未讨论，而且一切嘛还未定案。两个大型吊车停伫新光3外中港店边，随时准备吊挂工程人员。台湾大道这边进行到安全柜池已经用好啊。新光3外为自己开始清除外边物件，不过员工甲厂商被搬废物，还佫等甲相关地区安全无问题。不同楼层有不同的管制计划。受事件影响的区域的部分，它只是必须封闭的。另外，属于缓冲层安全无虞的部分的话，它必须由新光3外管理者，然后来申请核可人员才可以进去。
都发局指出，之一已经同意备查成功3月提出的建筑物安全评估人员进出计划。不过，后续成功3月也是要搁提出查勘结果甲安全防护措施。都发局同意了，才能放行。即卖也传出成功3月甲厂商开会了后，决定伫台中设幕设地质卖场。成功3月23下晡强调，目前无正式定案的计划。重点是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员工有一个短期的安置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计划，以及能不能去服务到我们原先的客人的部分在。那至于目前其实真的是没有把计划定下来，只是在我们的副案当中去想，可不可以把这些方面做得更快，做得更好。成功3月表示，目前咧针对将近4000个员工的短期安置计划，研究各种可能，继续甲合作厂商沟通人员安置的代志。另外，检警调查的部分，到目前已经审问76人，不过依然拢在证人身份，也阁无人转做被告。记者综合报道。大家若咧坐飞行机的时阵，一般航空公司拢会提供毯仔甲枕头，互旅客会当感觉较舒适咧。不过有乘客就发现讲，伊坐飞行机要降落的时阵，所看到有人要甲毯仔头压转去，这小贪的行为是受到大家批评。也那专家嘛提醒讲，尤其是座位顶悬的紧急逃生卡，这是袂使黑白摕，这害飞行机无法度起飞。飞行机降落进前，头前旅客一直向排包内底洗物件，抑个原来天那些外套砍掉咧，拢互后边乘客翕落来。破伫社群平台指出，头前翁某向空服人员偷毯仔了后，无摕来甲，反倒等洗伫无内底，搁伫落飞行机进前，偷偷放一笔随身行李内底提走。有网友表示，毯仔是大家用的真垃圾，唔敢摕来用，竟然有人要摕转去。就是飞机上的资产啊，我觉得不 OK， 因为那毕竟是航空公司的东西吧。看那个你买的那个机票价位是多少，如果他那个是本来就已经说是包含在内的话，那就是可以拿。目前3大国际航空虽然每一项规定有寡无同，不过基本上毯仔枕头、餐具、杂志、甲现大型飞机拢用互使用物件，被看作是公司的，旅客免凊彩提走。不过一次性的旅行包牵拖经济舱的飞机都用提走。飞机上的毛毯原则上是不能够带下飞机当作纪念品的，像是有过夜的情形，我们也会请地勤人员将飞机上的毛毯作为清洗。另外一个飞机上不能带下来的东西呢，是安全须知卡，因为跟安全相关的东西呢，就是完全不能少一份，如果少一份的话，这台飞机是不能飞的。专家提醒，每一个位的逃生卡唔通黑白提走，那假是有介意的物件，无确定是毋是应提，上好是亲亲问空服人员，或者是直接到航空公司的店面来买，这是正确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去年推动逐班拢有牛奶糖饮的这个政策了后，因为执行有困难，全冻点。今麦台北市宣布要由教育局提出1亿8千多万。4月份要推出改版的，大家学生拢有牛奶糖饮的这个专案，而且以所有的身份证去超商都会当领。中央伫去年推出每一班拢有青年的政策，不过实施了因为执行有困难喊停。台北市政府即马宣布，将会由教育局家己调出1亿8400万的财源，第4个将会设升级版本的每一个学生拢有青年糖饮的专案。对的事情中央不做，我们来做。我们让孩子可以透过数位学生证，直接到超商、大型的卖场去领取鲜奶，而且这也没有所谓如中央所说的有城乡差距。通路讨论的时候，是以鲜乳以及就是有可能有部分的孩子因为乳糖不耐可以选择豆浆还有部分的超商是愿意提供优酪乳。教育局讲，每一个学生拢领青饮的专案，补助的对象是全市小学甲幼儿园的学生。相比较中央进前的政策，即个补助公立小学也个附设幼儿园是更加快。那次数方面是减少，自1礼拜2遍变做1遍，总共有18万4千个囡仔会当领到。领的方式是用所谓学生证碗卡来领。学生会当摕证件去超商顶通路碗卡领牛奶，会当依照家己的需求改啉豆奶。其他的鲜奶
喜欢去超商换嘛，也比较便利啊，这样子。要不然那个学生带回来很重。哦，这么好哦，那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不见得很喜欢喝那个牛奶，可以选的话，那当然是最好。教育局补充讲，这项专案按算逐学年提供40个礼拜，每一关的补助计数是25块，一年差不多需要1亿8400万。由地方的教育发展基金来支付，目前是委托仁爱国小办理采购招标的作业，系统表也有商品表，按算伫咧3个中的决标，所来进行系统的介接也有测试，按算伫咧4个实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北市台湾文学基地，每个月第3个礼拜日拢会办母语讲故事的活动，真侪家长拢会带囡仔来参加。有家长讲，伊毋若来听故事，嘛对志工学安怎讲故事，互囡仔听。淡水秋，出角鸟啊来作秀。讲故事志工成功一句，带大人囡仔对咧做伙来唱念。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为着响应世界母语日，2月23举办母语讲故事的活动。这届讲的故事是台文馆新出版的绘本《树啊幻世妖的记》，在讲台湾文学基地这片日本宿舍群和内底的老树丛等等的故事，互民众了解这个基地因危险啊风挺调的历史。为日本时代，甲即嘛，这当家以前合作，日本时代做3班桥过，为着这个基地咧，拆掉进前吼，宝贵只都徛出来讲这个基地袂使当拆掉，这个是文化。保留是我细汉时阵咧佚佗的所在，是阮即搭共同的回忆。志工表示，伊伫遮用台语讲故事已经讲半档，这几年看到愈来愈侪台语绘本的出版品，嘛，互伊甲真侪用要放袂记的台语，佮捡倒来。一寡为着台语家庭计划要捡点数的家长，嘛，带囡仔做伙来听故事，算验国规。家长表示，来参加这种活动，嘛，通学着参囡仔讲故事的技巧。参加这种活动就是看无共款的老师的表现，啊，佮有老师会教一寡新的歌，嘿，也是新的游戏啊。囡仔会使耍，因为爸母可能甲故事讲了，啊，袂想到讲会使佮带一寡活动安尼。为着文化部推动的台语家庭计划，各单位拢有办丰富的活动。不过有家长是建议讲，在一寡针对大人举办的讲座活动，会当增加到带囡仔的空间，互囡仔坐袂调的时有安全的所在通耍，大人嘛通安心上课。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真侪台湾人拢真爱食高丽菜，台中农改场用10年的时间培育出高丽菜新的品种，号做台中3号。这个品种毋但较会当咧热，食落嘛脆脆，嘛适合加工。未来无得卡，阁会当外销哦。高丽菜无论是用菜、煮火锅，也是加工做菜干，拢真适合。目前台湾高丽菜种的面积大约有8300公顷，菜系产量排第1，嘛有菜王的称呼。但是大人高丽菜产量少，台中农改场用10年的时间培育出会当当冠军的高丽菜新品种台中3号。夏天的部分，因为平地高温导致它的栽培不易，因此夏天甘蓝栽培的地方会以高冷地为主。甘蓝台中3号的部分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借由平地栽种的部分去调节夏季高冷地产能不足，其实它具有抗黄叶病的一个基因，因此它在栽种的时候它是具有抗性。农改场说明，目前热浪的关山高丽菜产量少，佫接出现黄叶病，加上极端气候这个原因，拢会影响农民收成，真需要培育出像台中3号这种会当抵抗环境逆境的品种。另外，气候变迁也会互病虫害增加。农改场另外一项研究成果是利用真菌的生物防治来对付这几年互农民真好听的臭青菇啊。荔枝春象它主要是危害就是荔枝园和龙眼园嘛。那我们平常呢会使用化学农药去喷洒荔枝园和龙眼园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蜜蜂采蜜。那我们就希望说呢，从生真菌的开发，然后去取代化学农药。农改场表示，过去利用假成芳对臭青菇的防治率大约60%，效果有限。利用为真菌分离出来的淡枝菌防治，经过试验，臭青菇的死亡率超过80%。预计明年初会当技术转换给厂商，并明年底进行量产。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高丽菜看煞，咱要来看南芋。南芋是一种食营养的水果，英国拢爱为外国进口。
不过，即马咱国内已经豆豆开始有人咧种啊。伫个家己竹家有一个回乡的少年农民，伊毋若种若毋，还佫配合社区营造甲实农教育，希望改变传统农业种植的观念。确定若毋到分的程度，农民一粒一粒挽回来了后，白滚水简单浸一下，连面就当摕来食。食到的民众拢感觉气味真好，甲外口食的气味拢无同。这个伫嘉义县伫家乡买2分地的农场，内底除了种南毋以外，嘛是社区行读实农教育的场所之一。阮收的时间差不多伫2月到5月，无收的时阵呢，我会办一寡活动。阮庄仔头嘛有一寡自然小旅行，我会去做协助，嘛会做一寡食农的一寡活动。甜个好食，个有汁，真的很好吃，皮个薄。回来故乡种南毋的亲农讲，较早遮拢种高价来较济。不管是顾也是修行，拢真辛苦。即马将来长辈年岁愈来愈大，伊伫遮种南毋互大家看，希望会当互故乡的农业环境除了有经济生产以外，嘛会当顾着生活的品质。我嘛有咧想要来学啊，而且算较新的物件啦，所以讲应该是愈来愈好。结合生态甲这个生活甲生产。这三边拢甲顾好吼，互咱的这个山村，莫讲因为即马少子化的关系，愈来愈稀微。那毋是营养甲经济价值拢真悬的水果，迄前国内拢需要为国外来进口。少年人倒来山顶的故乡种南毋若是要互将来传统的农业环境带来改变，嘛希望替社区找到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电影风上头，咱要来看228事件受难者林在修先生。这个月14过身，食到101岁。事当时，伊加入中华 KO 的自卫队，后来以内乱罪轰掠去关。出来了后，伊为着替228事件的罹难者起庙，14人咧走踪。即马228的进程传出伊过身的消息，嘛互感觉真唔甘。美玲吗？一张的相片记录着过往的228受难者林在修的一生。1926年出世的林在修，伫1942年迄年考到东京陆军航空学校，二战了后返来台湾做老师。228事件发生的时，林在修受邀请加入中华 KO 自卫队担任队长，后来因为内乱罪，互人判刑。228事件犯案，新年咧关啦吼。我有一个新年有这律师有这新名，怎样讲？我罪犯内乱罪，依法官的内乱罪拢爱判死的。律师的时候，伊要甲我辩护。当时有律师义务帮伊辩护，才互林在修得过死刑。但是伊的小弟林天树却因为伊无辜受牵连，互军警拍甲重伤，30多岁就过身，互林在修的心肝内真袂得过。有一段时间，228事件伫林在修的厝内是毋捌提起的过去。阮爸爸是我一个很严父嘛，所以参阮做子女也是很少互动。阿兄拢出去啦，敢若出去剩我，我陪伊，足侪人来访问，所以我这陆续我甲知影讲哦，爸爸伊会过去安尼。检验了后，开始有学者来厝内访问，家属才知影，原来爸爸林在修是228事件的受难者。林在修食老了后，积极参与各种228事件的纪念活动，利用赔偿金设立台湾移民的灵位。这几年嘛，为着要替228受难者争取用灵庙咧走踪。家属表示，毋望台湾人拢会当知影228事件真实发生的经过，会记哩这段历史的教训。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因邀请16个艺术家用影像的作品办展览，要来探讨台湾多元信仰安怎影响咱的社会。这300乌白的人像相片，拢用光线做出明显的对比，呈现出来是以基督教的角度来探讨圣经内底死亡甲复活。早期欧洲很多人是文盲，所以是透过这个可见的这些图像来重现圣经的场景。除了基督教信仰，同一个空间，还有展出关注名艺术家瓦雷斯拉拜的摄影作品，用显目的色水展现赛德克族的神话故事。
这个国家摄影文化中心的主席甲奖项展览，邀请16位艺术家展出18组影像作品，讨论台湾多元的信仰，有安怎互相结合。如果我们在讲台湾的宗教信仰的文化，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跟台湾本身的特质很像，它就是一直不断的能够接受外来的一个文化元素，然后融入到变成我们在地的一个特色。展览拜时举办开幕典礼，文化部长李婉也到现场，希望民众透过艺术家的视野，了解台湾的信仰文化。台湾的历史造就了台湾非常多的宗教，各种不同的文化，很多文化宗教就算是来自中国大陆来到台湾，也落地生根，也有改变。台湾因为地理位置、历史演变，真做多元化的社会，来自全世界无同款的宗教，到台湾也拢成长出各款多元面貌。策展人希望观众除了在展览当中了解多元信仰以外，也透过信仰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为着要减少台湾社会对查甫同志的刻板印象，台湾同志热线协会办展览，希望大家会当了解同志的心境，走向平权甲包容的社会。保持笑容、充满自信跳舞的是 HIV 患者，伊甲家己号一个艺名，叫做女神自助餐，勇敢分享家己得到艾滋病的过程。距离公开感染身份也已经过了7年，几乎是我刚开始尝试变装不久就出感染柜。伊讲要公开家己是艾滋患者，需要真大勇气。不过受到社会对艾滋病有真大的惊吓和污名化，伊嘛是决定要站出来。往往在一些同志相关的新闻当中留言，会发现蛮多对于 HIV 的恶意攻击。我觉得我自己的身心状态还算 OK， 对，可是我比较担心说，真的有人陷入到歧视的困境里面，他可能会不想要继续维持生命。为着要让更较侪人理解 HIV， 台湾同志热线协会举办为期2礼拜的展览，展出1998年到2025年台湾社会对 HIV 患者的态度。在早期，或是偶尔在近代，也有一些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常常会讲一些跟艾滋有关的一些蛮难听的言论。协会希望民众了解艾滋是会当透过药啊治疗，而且若有治学治疗是无传染的风险。希望透过展览来减少社会对艾滋的污名化。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伫欧洲，每100万的人口内底，平均册敢若有30个皮肤科的医生。若要互医生看，排队是爱排真久。即马英国一间科技公司研发一个手机仔的 App， 结合 AI 甲专业的镜头，互民众伫咧厝内就会当检测感受皮肤癌。而且这项技术已经得到欧盟合格认证。海边的风景真好，真侪人来这拍日头、浸海水。不过，若真无做好防拍，恐惊就会致使皮肤癌。过去敢若当透过看医生，才会当知影敢是皮肤癌。即马透过这款结合 AI 的手机应用程式，配合专业的皮肤镜头，就会当进行判断。You can see if I take a picture of Audrey's lesion here, it gives a nice clear view there of the lesion. And what I can do is then decide to use this image. It would check the quality of the image just to make sure it's sufficient for the AI assessment. And then I can simply submit for assessment here, and within a few seconds we'll get the results directly on the phone. 那阵早期发现，皮肤癌是上好治疗的癌症之一。不过，伫欧洲每100万人口，平均敢若30位皮肤科医师，互真侪患者真歹求诊。敢若是伫英国过去10年之间，因为皮肤癌紧急转诊的数量，就大大增加170%。其中11%紧急病例，甚至要等1个月才会当看。英国科技公司研发这款 AI 皮肤癌检测系统，业者表示判定准确率有99.8%，已经得到欧盟 CE 合格认证的标志，正做全球第一个得到合法授权用伫检测癌症的自主人工智慧。So the way that Derm works is that we've trained it with a huge number of images now where we have the histopathology outcomes for the lesions that were biopsied,
And the AI is able to extract out the features that can identify these cancerous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目前，这款 AI 皮肤癌监测系统已经伫英国21个国民保健署的服务据点部署，累计是为135000名患者进行评估，而且已经监测出13000名的皮肤癌患者，让病人会当量早发现问题，及时治疗。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8度至1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